方清特是打扮到花园里向旁队蔡姑娘。蔡姑娘等你做新人呀，介绍你实在会得做新人个。你这你就还是做新人吧，打你还人人开心，屡屡不相信。蔡平姐呀，是各位，到底聪明被你猜入得了。好，猜到账，路一猜讲，各位，哪一猜被妖怪精猜熟了你？不过方清楚你对讲这个我是要不注重身体来的，否则难为情的。蔡平姐呀，像我方子文开拓红人扰扰，诗词悠悠，撇去文字三千，只有得道情一窍，我儿今就登西去了。啥不是？哎呀，我是等你呀！搿菜不对，乖菜不对，也没来做只新人者。啥我等你做新人了，马上做新人呀！搿么蛮好过呀！你要做新人嘛，我来追杀那个新人了。哦，原来各位儿今做了新人了。是啊。谁知了妖怪女各位再等西家，阿弥陀佛。哦，出眉头呀！这都是谁家去这到西方极乐世界呀？我还要报堂做亲了。是啊，我是要为做西山取缔。是讲来是，真新人听见西家开心个，假新人听见么出眉头个，可么有心问问看，各位，你在什么时候做的新人啊？那么方清啊，你数数看呀，这个新人来得及做，来不及做，了的。蔡平姐啊，你问我什么时候登西的嘛？我在居松亭上别了你家老爷，西头渺渺茫茫，后里后头去登西去了。什么的？等你俩要分开之后，你后里后头渺渺茫茫做个新人。哎呀，你不像新人哇，渺渺茫茫是像新鲜的盲人哇。嘿，车头来在还是要背那里。哦，你这个大陆人士。收不收呀？咦，凡人管我新人了，没必要，真是收不收呀？你在那样的人被强盗打击，真治败他，收不收呀？你倒像新人呀！我那样碰着强盗，你哪晓得个？你是要管我人没比什么？啊，从来分听见些个呀，新人碰着强盗枪，哎有啥个理？铁瓜理，西宝，我石骨头推出根纸瓜，不个呀！你注意点哪讲法？李生，蔡平姐呀，你不懂了。当时的南阳道上，四岔路口，三更时分，来了许许多多的强盗。是句话在，一塌瓜子一个强盗哇，去路点人家做来着，你说一只许许多多强盗，可怜的哈。好，在我背呀。因为是新人背的要发伤眼睛的。这样我推入失踪。哎呀，这个新人家伙唔白，一推就打开，真是他你。一个女人被他们抢去了。哎呀，像你那是大陆人士，应该用西法去斥止他们哇。要死个了，新人忘记指西方的例子，要犯人来提醒我。蔡平姐啊，我当时防卫了，后来想着了嘛，我起来提人提将，落丁落将，把这杯强盗打得落花流水里的头的。哎呦，新人发根精在，那么真治他你？被我得回来的呀。请拿来拨开拨开。你顺心别上个吧，真治他抢脱我来，不知去向。蔡平姐呀，想真治他们放在匆匆下山，急急等人。放出在蓬莱水上，不到洞中，可要被人切走的你。知道不为与两个小西洞在被开修的呀。谁不拉都结婚？真治他们还三条流浪巷，搬到这半大洞。那么实际上说起来，我的三条两人比两三西洞，等你看下头真治他，哪不能说出来个讲？想想各位要乃副作新高，妻子得来3年，今朝大概得来一句真话不读上黑手贴出。那10句话，那么各位啊，今朝嘛，我也不甘心10句话，至少嘛，我也听那个真话，你讲句真话，我也去感受3条。倘若那样句话，我也句话两高头，说到小辰光呢，也是该，言归正传，得你拉出来吧。各位，像一个人讲话嘛，总要来来说说。这个我知道。不能讲鬼话子呀！大陆人是讲的句句都是西话，难听得来我要西话了呀！各位，妖怪大爷，请问各位，你在南阳女大之后，究竟谁人相救？
放心啊，蔡姑娘是做得好子。徐我夫回港过来，一听来之话，那么你老实讲呀，南阳帮着强大，兵部上是兄弟，我就到北京，现在得法做过，不能这样讲，一讲不能见姑娘。再说什么，三人帮着强大，才么总要来个把三人救救么好吧？一种年头有着，蔡兵之呀。哎，中东的后人相聚，是啊，一起听了。那实话，西女好良心，西来相聚红来饭子。那么我今朝来逼杀那个高仙人，哎，啊，原来是三花仙女相聚。要怪大爷，请问各位，三花仙女怎样的打扮？打扮分口见些个呀，我张望口见个贴出来，5颜6色，特有说起。仙女总要文静点、文雅点、素净点。你到错不到多，努力戳戳当吧，彩屏机呀！是为三花仙，谁是翠桂书记山？下他是带龙，三次带龙群。随着那神哦，没哈。各位，像三花仙嘛，她的发上下就是介绍个名字，发嘛，就你对衣裳打扮相来，名字跟你差不大多。他的发嘛叫上菜下饭，叫菜饭，但不叫菜粥，哪不能喊出来一个叫？各位，他这样的句话哪里呢？就他蓬莱山上。蓬莱山上可不好玩吗？这个蓬莱山上好玩得很啊！我一到西山树上，有2个小溪洞跪下来，今我吃西茶西酒，吃了下去，已经不晓得几爱饱暖的了。哦，你今朝是仙人在，看来怎样呢？张果老看中了我，虽我做门头，收入我几百余多。想子他看中了我，虽我做门头，收入我刀剑一敲。李东兵他也看中了我，收入我享有出轨的宝剑，所以而今方子问与谁为妻呀？是。哦哟，不得了！别人家有子一位先生了不起，你要谁为得来？而且在别人口中里个呀，哦哟，但真正想法上呢，你搭子西山了，搭鼻子香菜里来还在。哎，趁你发旁边当看，哎，做一个浪子。各位，你在蓬莱山上嘛，既是动身带刺的呀。错鸡，我有细夸在，不能说错机关，因为三人不错人的半个呀，还有啥个三人起码不能本口口，错字得出来不要紧。彩屏机呀，像我抽到西山，我是龙不清爽的呀。像我是一颗来，一颗是能飞。
谁能飞，说的什么实质啊？哦，哎呀，我也讲子的啊，叫一口儿来，一口儿飞，两口功夫可以打一个来回。那么蔡平大得里手边4张子，一年嘛有得12个月，一个月有得31天，一日天有12个时辰，一个时辰有得8克，葛么一日天嘛有得96克，来回48打。哪能说得这样容易来得能个烦呢？岂知3年经济第一大来，葛么去年你3条生命当口，你啥时2刻功夫打这个来回么4天也不走啊，白白的个车队了。各位，哎，哦，你大陆人才能够家园，是啊，一口儿来，一口儿这飞。个好是怎么你去了3年，进了谁的大吃你？错对白了，说得太容易，来得太烦呢。想服了这，你在讲述什么？哎呦，新人你都不大方便，龙帮新人。各位，哎，像你大陆人才能够家园，一口儿来，一口儿飞。怎么去了3年，进了谁的大吃你？方清做工真好，比吉林农还要好啊！我去了3年了。还是3年了呀？哎呀呀！我到的西山之上，吃的西藏西嘴，背的3位西施，才在教云到此。你们已经3年了，你们红人之中够识字，够得好，快啊！说的是新人在。那么来想呢，你3年到这里一歇歇，那么看上去啊，你3辰光想我苗红子分忘记了。搿辰光苗红子上有个呀，叫王子去酒仙，单人19天，山中放菜的市场1000年。西山浪向等7日天嘛，但是世界浪向已经1000年在。他们实际上推理来说法嘛，你红人当中3年嘛，立了西山浪这边个嗤，打个喷嚏辰光，是夸张。葛么我搭得里说2句闲话来。啊，要不得也请问你大陆人士，你进入到我们红人之中嘛，欲何西改？我是来报恩所有。报恩所有，你有什么恩怨呢？哎呀呀，大陆人是有恩有的呀。是让蔡平记呀。啥个恩啊？恩人多啊。祖宗创业艰难，爷娘容我土豆养育之恩。楼上人再到九松亭派亲，别叫素贞之他。王本彩平，你都是讲关心我，都是我的恩人啊。有得为哈，我在恩人当中一份子了还。各位，你有什么怨呢？说说有么我好，哼！那，哎呦，新人好气当得来。因为保住新人会分太好气呀。哎呀，说到彩平啊，有人蛮多啊。强妇只有讲我虽然姑娘失礼，旁边屋头佣人骂我穷举，赶我动身，我们的手提当场抢我珍珠他的强盗，失礼姑娘都是我的友哎，各位，而且你做了大陆人士，为什么恩怨不恩怨呢？彩平记里此言差了，虽然是大陆人士啊，恩怨总要分一分清楚的呀。你想逼杀我爱这里，大陆人士必发杀，大才子有何问？不晓得放清啊，连分必杀呢，你自家要逼杀自家人。该抢来是奉旨做亲呀，3年533别交发指南，刚刚看见是水相门，不好意思，为啥3年门刚支部刚不出？现在非门不可着，哪门法呢？马上水门，不好意思，先来问礼吧。蔡明子呀，各位，你说的我们已经3年不见是了。啊，3年不见了。在这山寨之中，蔡明子一想，好。托你大陆人士媳妇单一为害，总之3年比3夫出。像我方子文今朝一来嘛，访问你蔡明子。哎呀，有做我搭里来海走啊！一来忙忙难，有得一来背有后来，而且后来眼睛干，500个后来是1两不来个，听听看。各位，这后来呢？后来嘛，大家请讲。
哪个？你用不着以前多管，很适合啊。先人一门告知过难为情，再做你的眼睛病理出来吧。蔡平姐呀，这会儿来嘛，我要问问我家小姐来乖，你付费呀？哎呀，那个仙人有点神秘秘怪，实在是个杀仙人哇！别人家叫出家富家，六根清净子，哪么还出高得来？但是这个仙娘千奇高之不改，根本没喊。本来我想10句话还没题目，既然来问你三教嘛，我那三教身上做文章，对个，我来晓得你哭出来了，哎呀试试看，也想讲嘛，妹妹讲，这个最后的是为了受营养的讲，不里说出来难为人的，问问看，各位。妖怪大爷，请问各位，怎样？你怎样去想？今日妖怪在花园之中，与日傍着采着牡丹花朵。我们的还晓得你的花园里说说法呀，是吃帮我上着呀。大陆人是仙人不能说说法噶，那是我手出来的呀。哦，说的为数该取得分高呢。如此嘛，各位，你要去想我家三姐3年的时辰，请各位再这么数一数。是，非要说靠过分来噻呀，谁不让你混呀？哎呀呀，蔡平姐呀，你斗地犯人，不懂规矩，怎样？受阴阳哪能如此别的？哦，要怎样守法？斋戒一天，吃一日素。莫有一位，还要喝他一个药。分享3时，第3句香，气数9百，要可举个头的来。方能忍受阴阳。哎，倘若误为了阴阳，被上帝晓得后，要无来决定的呀。张生是不会受改，那么既然你不会受阴阳嘛，不客气，我句话还要来着。但是蔡姑娘说句话是真正拿出来就是呀，句话分什么？但是个别人他已经来着。各位，说问得我家小姐3年的终日是呀。这样，句话分什么了哇？少已经上下结账，可是爱惜我句话一说是难不自觉的那种腔调嘞，真是一言难尽呀！哎呀，一言难尽这个事体，弄不落来的吧？蔡平姐真呀！各位，想你故意10年至此被夫人不待，你奉妻而归，来一醉的居松顶上，将小姐许配于你，终别离，真是故日来。分析回转来，当个妻子恶女的，妻子是哪一个啊？你是夫人帮着的妖怪。我对去看，打得好，东大吉祥。各位，口诀下打出是来了呀。怎样？那只因为夫人爱我妻子比。气不好，那里是10日居送定南寺，是的非非，原来即是老，来呀
要甘肃夫人，觉得再到居中庭浪向，也想侬来留住来，这是你不肯。那么没说法，我现在要终身配给你总编理营。不晓得十上一说夫人天子起来之后，老夫妻吵是吵得来，细细能打起来。当日飞莫内相看，夫人说劳动，夫是不好。穷乡美家富贵，夫人嘛，你是穷贵呀！姑娘去个就活动，是我穷乡拥有不为祖国，分不来说上。你叫老一辈怎样？来是你喊的哇！欢喜我呀，怎样是我好啊？是你是我的基准发工资。楼上人啊，你眼光真好。楼上人讲，定是白中国个3年后在白中国，不能说上。王金英心在老胸口的，蔡平子呀，你家老姨好毅力，说得对，说得好啊！不对了，孩子哇，来要是你要做官，你现在别叫做个大事，哪能称赞你来要？哦，好眼光。我眼光识头哈，看上去老婆鸡上苍，满里有病了嘿。根本不客气，留下来么呢？我句话也来在。搿蔡姑娘说句话厉害在，刚才上去个闲话，侪是真话呀，一句话没不改。说得好模样，那么开点句话，那么句话说脱一段，那么再开点真话，让你真真搞搞，弄啊弄不清爽。各位，说来话去都是你故意的不好。你那样个长辈了，怎样？那不是你不好你，你想呀，你半路上帮他讲的，既然不少事体嘛，就应该来个平安交班。你虚心分担，该得来嘛，该得出事体这样。你那样一个生女的。领导配亲，那么搿个闲话传到外头传不得来呢。做媒人的人都是多得来，该到时头高一只侪要答应得来。千家银不一于十，那美兵人女人话来。叫夫人这样三子领带感情呀，话我不好，当着强的不三岁来，市里姑娘当我不强的，死脱我不要叫领啊高人。不该，有老丈人来，你叫老一笔怎样？我叫老一套不晕。我晓得哦，老一套不晕。哎，老一套时而不晕。哎呀，有次我答对了孩子吧？时而不晕为几日，再于为终日三类型的吧？几日没怎样？几日没有男朋友来追求？有那个朋友求，不知求得那哈样子啊？怎样？他们说的来意呀来意。你终身只有一个女儿，许配了后内芳香府中这位方道善女，不料这位道善女中东女的，被家中谋害，性命跌了。但不是这桩亲事，不要收拾。
还是将三姐们领队感情，将来有了小姑姑，是一个的方家，再是一个的陈家，这样嘛，两家都有相互指望了完。瞅得出要十指的身个，晓不是？关键我刚做过另外家人，将来样子些喏，不过房间里向还受中这来啊，那么我刚做过记得来的吧？你叫老爷中耳必怎样？中儿嘛，深入不晕。真句不答应，给他买哈啊！哎，叫深入不晕，一步不晕晕。哎呀，该来我的得叫我理我了啊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叫来意大姐，哎这种事情我是不鼓掌的。哦，他也走一个绝位之人不鼓掌，得后都是气候头，说故意你身为黑。终身死，不随观音一人守。翁婿始终生翁婿，不知虚生一水。送风来一套这样的大姐。哎呀，老丈人来佛作心啊！话头要介绍，不单见讲，小见讲。哎哈，另外寻个女婿，我不过张三李四，总归是我女婿，我不知之客。将来放亲来个，挂起来不光我，挂势利姑娘。哎呀呀，老丈人的势利姑娘一定要生来孩子，你哪能？为表讲，本知觉得不答应，算没事体。蔡连子，各位，老爷夫人意中同谋，要将小姐领带高亲，你叫小姐必怎样？这个嘛，啊哎呀，我说的该得难说着。现在我哪是理发之人，为是答应，为是不答应。倘若我说不答应，现在才开心。那么我说你现在答应该。那么比这说话三讲还不好，哪说法？抢眼睛多了几周嘛，有了例子，我常常来先让你考我，考我之下来让你急，急之下来我再放松点，放松点我再睡睡劲。来，各位，说问我家三姐嘛，她不允呀。不要叫不答应哦，小姐她不允，只是不允呀！仅有西要不答应，那是定性着啊！当然啦，现在举证手提实，地盘一丝风声能漏，大事不你一句。哟，不要叫委屈得好。骗子亲讲，婚姻大事体啊！我那让是人，戏子是个剧，我总归到葫芦太平庄去。啥个定性着？小姐这样为人，势利姑娘难无逃不得。恐惧下夫人的厉害，在那里也好着怎样？他将我家小姐早为必，忙为必。哎呀，各位，恐惧下必出事来了呀！公昂上个怎样？那被那势利娘亲为必拒，还一个不容谋名，欲将我将兵放门。
能做什么？哎呀，各位，哎，不喊了呀！是有啊。那中衙的门外头一开，我叫发了边浪，我让让边浪还要口里口，看到底是谁啊？只见那干光如亮，一副龙什么子？别叫上吊行西路上！哎呀，蔡明姐，你们快去相聚呀！等到那今朝来就在来福你个做啊！各位，哎，那与不举之礼，靠人聚我。故意来。屁事几句，屁事。昨天，譬日家具，譬日戏，譬日活，这个一个是盯盯眼睛，就说的呢，是那个戏特子啊，你说都是对啊？到底是的呀，还是我的呀？为子那会做新人了，语心慢腾腾，叽叽里呀哈个。哦呀，各位，哎，要会想到小子，世人多见的空窗，一时心痛，讲不下了你。你那让心痛，我那让肉痛，快速讲吧。公日来，譬日几句屁事。这就是心意啊！哎呦，好看看，举不了，举不了，母语诗，母语诗，山在贵重，山在贵重，都是菜有不该要被当的时候。哦，那是挺现在。既如此嘛，可能请小姐小女带我一见呀。哎呦，得你了还话，想旁头呀，你不得俺便当，就叫你来。各位，哎。你也与我家小姐相见嘛，谁来了1个月？什么呢？是我爱来31天，早来1月，谁能相见？迟来1月，谁不能相见？错看看，才为31天。家里没有家，私你了。没有私。哎，蔡明子呀，既没有家，又没有私，真是不能相见呀。哎呀，各位，哎，不好了呀！真呀？你当里该做分析员，小姐她喜悦做你工。你要说的少说在，是我别叫上个月出家做子死狗子，我倒不信。不信你听，听什么？听那母语声里在你内毛。你不相信听，母语胜利让你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放心上当上，老上子你都听着吧。不晓得花有理想，青竹桥唱，风起草动。你印象自个不要叫出家做师姑想说听见，那么味道那么味道的，一个房间里，哎呀呀，蔡明子呀，好多多一位不美七娇小姐，应容要出去家来了。啊！我叫小姐不能出家，你因我要出家呢？那么放心啊，你自家想想身上耍个大白脸，才忘记特子，我方子问红上出家啊！我哪晓得你是高大事？啊噻，现在自家说出来怎么？我和尚出家，既然分出家嘛，哪咋从衣裳来个呢？那么现在我晓得在，你们讲来些，男人当年三要真的出自家做的死狗子，所以蔡姑娘八周头嘛，要让欧海些。方清心意为真啊！当别家真的出家做死狗，条条讲，日金子就对胸口的乒乓乒乓来考，考上自家不晓得，为啥？这个名堂是叫爱情的味道。方清昨日想想我还不好，
冒名冒姓得法做官，才保不能保得来，就应该避免点心来一封。安慰表家来上人，我没好了还。市里姑娘要侬表家领啊家人这些不够，而是我一半还不好。现在表家出家让我还分看见，我为好做官的啦，为好保堂做亲的啦，三不好比河滨冲击。我搞的是，你当我真的是，放清这里的不遇上，这个真是过的是个搞事狗，实际上是吃一袋大老鼠。哎，不对，我有队不就来这口几个菜饼，咯咯咯，让他写呀，哎呀，就是巨无家，菜饼子啊，各位，你可在被讲鬼话啊，难道各位人之营养收出来的么？出考谁是不会收，会收哪只收个子？你叫小鸡出家，你英雄呀好笑。哎呀，对吧？三这个吕洞出来做啊！你两高头在了一条天板上盖，三只要出高里哭门，我还要伤心那么想呀。不少你们觉得个中枪的，我们那咯了想。不过我想想是也还行。那么今朝你一本正经当背孩子来骗你，帮着我不相信。阿科长把我飞出来几句话，一说得你吓得痛哭。不过不能这样说，这样说要抽板的。那么哪讲法呢？换他两句。各位，像妖怪的海鲜们，只怕讲了出来，你各位一言三的。我是想不出，只好可真记得。那倘若我家三姐出来讲，你各位没有出家，但此间来都有花烛。这一桩爱怎样了？哎，实上一来个事体都要弄讲的，是不能了的。我在你各位出来讲，我叫三姐没有出家，等各位来都有接触。这一桩爱怎样结？实上要弄讲的，是不能结的。兄弟们喊了哇！你各位出来讲，做不了大同，那是大家中的身份。我叫三姐出来讲，做不了尼姑，那是世界中的身份。你们夫妻两人不约而同，大家出家门，岂不寒酸？哎呦，个不点子啊！三公对现在大家出家皆大欢喜啊！你放清楚你的话言，我非要这样觉得吧？慢慢讲讲呀，出家有几等几样的了。阿为现在个表叫是分出家的。表面上想娘要逼你家人，我要出家子；事实上想分出家，等我放清来，委妻亲事，真就可霸堂成亲。出家有几等几样的了，有个到欧堂里向去，有个到那屋里向，有个女子头发出家，有个剃光头出家。叫他表家头发了就没事体。让我问啥口，表家俺剃光头，不能这样问。我到门里两根头发个小句我都调皮不够，只怕你说句话不够上当，让我高吃高眼让你流出来，对个。蔡平子呀，各位，哦，你家小姐出家了，我来问你，你家小姐还是出位出家，还是在家出家，还是对发出家，还是虚发出家？哎呦，我先做之在。那么各位啊，我今朝也没法说，要说得沙沙拉拉，弄得微微一点点不。各位，说问我家三姐为是在家出家，还是出位出家？还是对发出家，还是小发出家？是啊，公义啦！三姐莫非做一个西姐发？插铁到五步大吉，分走四个西姐脱头发的，那是得一得不那个。蔡平子，你家三姐落发的时节，他怎样口臭啊？那个口臭我也不晓得呀，因为分这个地方我们黑水呀，那么十里哭总归不错的。那么今朝呢，我原先拿三条生病当口，等我讲个闲话，我还来讲点给你听听，当动你的心，让你多出他两洞眼里，对个。各位，我家三姐在落发的时节，说是口臭耶。哎，可想而知啊，怎样？那。他双眉是聚泪水，
怒生气，我今朝配体归服，我公母的娘狗凤凤，还生一身筋哭上面。粉碎香烟楼，他把与你三级浪一身楼，其人将注意的胃口，也把与你家庭起的意能否？还对我只来相人讲，使得金水成为机遇地，来生能当得风随风，对你月下来人来提提，不要强了。是。蔡姑娘厉害，晓得呢。方清是个东人种子，用情来打动的。说到谢家天光头的辰光了，菩萨面上抱怨呢，抱怨呢要做大官啊，抱怨呢将来他个好点的高下。今生今世我天呢只能表家表弟，到来生当得富财富，到卧室里向富昌富财，表家表家。该市里啊分得来包当顺亲，我市里是不知阿爸就来害了。表家良心就好，不帮我他有好的高效，代理去了小人补太太。搿搭的确，神采我替方太太搿对菩萨让封建社会里向说教，随时讲到现在也并不难懂。真的要自家的亲娘头人，往往阿婆得是辛苦了，总归不大大母心。现在小菜上歇歇听见，哎呦，王干妈，你都太真来辛苦蛮好吧？哦哟，你个辛苦啊，太歪个！那儿子记住那个食皮，歇歇拿到爷娘家去个，来个。搿么你都小椒告子出去蛮好，搿你弄得哈个，搿是食皮的一座大轴来个，一个别丈夫只能收个呀，小大夫是一样桩事体嘛。啊呀，其实么应该对媳妇当自家囡上看得么多少好，所以方清听到该个浪向听不下去着，搿么啥个？让我替表姐帮帮队，表姐非要当我方清3年来不良心，我也叫不办法。既然现在表姐出告，帮帮队吧。蔡平记，各位，欲让蔡平记到楼上请小姐下楼，我们彼此都是出家人，待我们相聚一面吧。是蔡平说：“哎呀，我绝不能再说再说下去，说出人性命在。那么你看你相信得来，眼里汤汤的，就在了胸口里砰砰砰砰咳得来，别咳上子叫。不过呢，还有一句带门里，门里啥呢？门里资源当一肯去，因为是你发誓的场合，叫到门里个句哈子。各位，既然如此嘛，但要为到楼上相亲相见。当然蔡平没来啊，但是相见效率不效率，这是人不定的。娘上大人是还是？不过相见即使肯效率嘛，他此前亦不肯带来啊。表姐这次下来，该他不肯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此前放得见陆翠亭，相见看见陆翠亭嘛，就要想起心意与各位相见的心经。是啊，对个，陆翠亭今在指出，前3年替表姐旁听辰光，表姐要能评定归国千金，我读4年。现在各自3年，我出高做大事，大事别名，姑妈像蔡大队、表姐王郎队，可见是那非出尽绍兴。既如此，到哪里相见？到紫薇堂相见，可到紫薇堂。嘿，奇怪！方才哭出来，现在听见紫薇堂3个字，
人美莫报，为啥紫薇当先生以姑娘弄我虚着讲？我曾经讲过，将来福中国福到襄阳，福到紫薇当进来姑娘。往事现在走之过程，紫薇当还不上，到紫薇当相见，当面人好，去就绝对组织过在。紫薇当呀，是你发誓个场合啊，你肯去摆走过。各位，你到紫薇当可认识否？倒不认识。但要为知音，你出了此间书房门，不言花季对日，要为郎出征。到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个运动门进去，就是紫薇当。恭喜知弟，方清到紫薇当那么菜姑娘上路呀，骑着两套虎尾。当阴当八合文，地中吹响，夫妻两个的要离两杆天，互相扶后门里得出来。那么预备礼要为主收取，这是现在最得时尚的么圈子。有时像屋里向来只船呀，搿只船是运货色的上去，要如为主收取。船浪向两个人弟兄两个里阿大了阿姨。所以现在夫妻两个里下船到船舱里，身体坐定，高来吹贴，钩子烫一点，搿只船到河当中。阿大要进楼上过来么到雨色的，阿娘，阿大妈，现在只船哪样的？雨松嘛，有的上去我也管，对关，是吧？哪样啊？雨松，还生意啊？有做好生意。那么你雨窗门上开开，那么我盖了有窗门了，别困着。哪位困着开心个来不及？我去了5帮里向我不关个。哎，今朝哪样？我们也要起来啊！这个当爸还不是开心的，这种考我是真的难以形容。娘子想悲人是，我中छो女哪有真相落？不红烛身边不人天，值得你眉想深归之。是我的真绝也与非。娘子，你是口日啊！对你妈妈乃是他，为我马生生相扶，吃至半年多的苦头。今朝总算得偿所愿，不是我不肯嫁不来，实在没办法。不是好朋友做主山帮忙，我得来哪能够成功哦？大姨，娘子。乡里事
得对啊！我为那半年辛苦经这十牛衣裳，娘子啊！想我今朝洞房花烛夜，生日金榜的明日，两相思此刻的归期。娘子，今日被人好不高兴啊！不过大意，不过怎样？那边考得特色，红山县得罪，再得所罪，该桩事体复结个呀！大意，娘子。娘子啊，他们最大送去后手去，我当应不怕被人欺。夫妻两家里也好，你问两句，我回答两句。两家里受了平八病叫肩并肩，他们是平手一肩为一边有。哪是啊？夫妻两家里平八病肩并肩，得还为一边有啊？因为搿对夫妻们实在恩爱呀，恨不得也要拿恩爱度成一块泥。你是我来，我是你，生生世世不分离。也有啥人么？够辰光有对夫妻，男个叫石子昂，女个叫官夫人。哦哟，夫妻两家里也好得那哈么？侬个来年呀，夫妻两家里各人说一阵自家个相，两家里讲得也好辰光，侬两阵这样嘎啦啦啦嘎了一头，等到闲话讲好分开来，重新再捏。啥个意思嘛？意思当中，你的身躯原谅我，我的身躯原谅你，你才是我，我才是你，实在恩爱。所以有时两起来个跳舞嘛，就搿样来个要。他们是亲手中人，实不认恩。一公儿落雨，一个儿相密密，真是天生一对哈风妻。再没为数，到此结束，请听我法。那么方请根据蔡姑娘指引的路花，几个花球们最共说到此地，四口滋味时，理想就是滋味当。现在方请当中收听，口口水3年，还是该只滋味当，宾客纷纷。当中啊，十里姑娘受了当中两旁边，五对阿妈娘姨。咯，
取笑我，说我方亲是个穷举穷乡，哪会得今朝到此地来？我当辰光釜底试用啊，少个地洞走走。今朝大不了呀，一个人才没得，但是机灵聪明。想起13年十里姑娘对自家一番嘲笑，三姑像电影镜头上的一幕一幕，侪出现了眼睛门前。心里想老少志气不平嘛，看见个面只书中读书人啊，出去赚了。